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顿碗粿。所会讲的，Song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以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第12讲，第14篇，玩笑先生。喊玩笑先生又搁咧做生员的时阵，这生员就秀才。有一天，当厝内底雄雄来了一个官车。禀报讲因兜的主人想要请这玩笑先生去做因后生的老师啊。一问毋过无主人的面子，问讲无恁兜主人是咧做啥的，嘛回答甲含含糊糊。这玩笑先生见这官车查来聘礼足够礼数的啦，足够的够啦，足够啦。随着答应落来，这双方约定了来接的日子，这官车就走啊。到了迄天啊，可能有一只乌头仔车来接先生。出门了一路曲折，绵延前行，行的路拢是较早毋捌行过。雄雄看见一座楼台店哥，这先生落了车落去啊。这敢若繁荣的官舍。到了下馆这下骹手人念伊着甲这丰盛的酒菜摆起，囥这人客家己食家己啉，毋过无主人陪同。贴完了，来了一个15、16岁的公主来拜见先生。这个少年家生做秀雅不凡，洗完礼了，拍完招呼，又搁转家己的房间。敢若讲要请教功课、请教学业的时阵，才会来到老师的房间。因这位公主聪明绝顶啊，非常的巧骨啊。这上课的时阵敢若这先生讲遮这意思的，甲点一个伊就知影。因为这先生毋知影这公主的家世，这心中十分的疑惑。这学馆内底有2个同袍会当互先生牵教。这先生就私底下甲问，因拢无要甲回答。问讲恁兜主人伫倒位啊？敢若讲这主人足无用的啦来这先生又搁要求因敢会当偷偷带去见这主人啊？这2个拢无愿意去啊。拜托几啊斗安尼才勉强答应啊。领着先生来到一座大殿，这无来无大进，看到我惊死！这人惊人的惊死人，阎罗王的害死人。听见内面传出了羊形敲打的声，先生对这门旁往内底一看，敢若见一个王爷，高坐当殿上，楼梯2阶下面剑树刀山，这就是传说中阎王殿的景象啊！这先生惊骇万分啊，当心要离开啊！这个时阵，内面就知影外口有人啊。这阎王就停下公事甲这众鬼话题，大声就叫迄小童这同袍念伊就变面内裤都冷去啦，尿都闪出来啦，当遐带咧等讲我为着先生，我了好上身啦。随后惊惊慌慌，连面就走入去。这阎王就烦恼讲你较会当带人来遮偷看？我看你是8分熟的金蕉，欠电讲完就用这巨鞭拍这个小洞，拍煞就叫这先生入去。对这先生讲：我之所以不见你，是因为阴阳2界是无同款的世界。
即马你也已经知影，你就毋通搁当遮。随后诶，就送互先生写金，或者先生转去啊。转去正经搁对伊讲啊，你将来会当中状元，只不过还有寡磨难还未受完。讲完哦，就请一个穿青衫的下骹手人，叫伊牵一只梨送这先生转去。这先生怀疑家己已经死啊。这下骹手人就甲讲啊，要靠可能啊。先生，你食的物件拢是这世间的物件，毋是阴间的物件。转来了后，这先生坎坷数年，后来连中会员、状元，这阎罗王的话拢应验啊。